警告好几次。他经常在停车场乱丢垃圾，被管理员警告好几次。他经常在停车场乱丢垃圾，被管理员警告好几次。离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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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开。佢愛出國去讀書，準備離開台灣2-3年。佢愛出國去讀書，準備離開台灣2-3年。佢愛出國去讀書，準備離開台灣2-3年。他要出國去讀書，準備離開台灣2-3年。他要出國去讀書，準備離開台灣2-3年。他要出國去讀書，準備離開台灣2-3年。接近，接近，接近。靠近，近距離，靠近，近距離，靠近，近距離。老妹天天的接近家宅土位，想愛同佢講。老妹天天的接近家宅土位，想愛同佢講。老妹天天的接近家宅土位，想愛同佢講。妹妹慢慢的靠近那只兔子，想要跟它玩耍。妹妹慢慢的靠近那只兔子，想要跟它玩耍。妹妹慢慢的靠近那只兔子，想要跟它玩耍。唔去哪啊？伫好高速公路站。所以谢老师有打电话来要加请。唔有按关心来哦？安心啦，顶下爸爸先到乡中进前，要乖乖，唔要让你添麻烦。我还要拿到公路站摕疫苗，不应该中慢那一点。是谁？哪一点？唔了啥，咱来休紧每个月好表现呢。哥哥，唔是噶，我爸爸冇地方卡。唔是安尼针对我啦。迄万年针对买，罗素芳，我爸爸都要他限定做按多年的戏呢。你做你好妈妈，你就去做啊！我要限迄位做你用才好妹耶。我有听伊女讲啊，伊讲几条卡拢无歪，伊女老人讲的事情，都会自家想出来的，唔是想睇到。你真会爱很爱啊！你知道吗？唔一定要记黑幕。唔一定要记很爱自家，我很爱自家做某迄条款，希望俺买拄唔对，较好。按多年，我做出条计划，